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后礼拜耶诞节过来特别跨年咯。台北市政府特别伫个信义商圈的这个双体大道来打造世界游乐园。结果即摆这个所在将做真热门的拍卡景点，多场网络明星嘛来翕相登卡。 巴黎铁塔、日本神社，也有豪华游轮，这国际有名的景点，拢串伫台北市信义区的街路，互网红娜娜大使真欢喜。伫市府捷运站到新义微笑，拢变甲真好耍。5公尺悬的巴黎铁塔，也有小朋友上爱游乐园，嘛拢会当伫这豪华游轮梦幻的玻璃厝，摆出铁达尼号的经典的姿势。 或者是到日本新社体验传统的东洋风情，买当地黑湾白虾馆梦。真的很有那种你知道过节的气氛，而且我觉得全家大小不管情侣朋友来都会非常的温馨，因为它除了有吃又可以玩，然后可以体验很多可能没有玩过的东西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而且重点是它很适合拍照打卡，真的超好玩的。 对耶诞节进前到跨年期间，双体大道变身，加做世界游乐园，民众拢会使来这个所在感受异国风情。